第三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召開記者會，介紹第三屆政府主要官員同檢察長。崔世安喺會上話，加強廉政建設，推行陽光政府，將會係新一屆政府嘅工作重點。陳慧蘭報導。崔世安率領第三屆政府主要官員以及檢察長會見傳媒，佢表示，充分聽取社情民意將會成為未來政府開展工作嘅基礎，而加強廉政建設、推行陽光政府將會係新一屆政府嘅工作重點。加強廉政建設、推行陽光政府將係新一屆特區政府嘅工作要點。我同埋我嘅施政團隊一定會秉持以民為本嘅理念。喺12月20日就職後，隨即全面投入工作。佢表示將會全面檢視民生以及推動經濟適度多元，重點完善醫療體系，以配合未來社會嘅發展。並且會優先興建離島醫院，加大教育資源嘅投入，科學規劃公共房屋嘅興建以及交通網絡同設施。未來將會根據實際情況，對政府組織架構進行調整。未來嘅一年，我哋將重點組成專責政策研究嘅機構，為政府嘅高層智庫，推動科學決策嘅落實，積極研究現時政府部門嘅功能，根據實際情況對政府組織架構進行整合及作出調整。崔世安又表示，將會致力建立財政儲備制度，以切合未來嘅發展需要，並且研究設立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以提高施政透明度，以及建立快速高效嘅政府回應機制。另外，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主任譚俊榮將會出任下屆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崔世安表示，現屆行政長官辦公室以及政府總部輔助部門嘅工作人員將會全部留任。澳門電視台記者陳慧蘭報導。